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来谈这个《龙刀山》。《龙刀山》是东方白先生的作品，这原来嘛真做大河剧的小说剧。当然是毋是头一部我毋知影啦，总是伫个介绍咱台湾人的故事时，才是咱应该知吧。当然，真侪人拢伫咧无共位置做伊的工课嘛。可比讲，迄个探台湾姚文治尾啊，离开政治了后所成立的电影公司，因就打算要翕100支和台湾人有关系的电影。当然，目前为止，敢若有。讲因放过《罗毛甲15号》啊，唱话的女人张捷，陈定波因某嘛，敢若算翕好啊，要上市啊，当咧做后济款，可能是安尼先。所以台湾人到目前为止，所以伊即3本小说拢不了大本，500-600页吧，600几页，所以变成讲第2部曲。第9章青番的祖囝的第3集就就抓啦，无要搁来啊啦，就是顶吧，可惜有顶。因为伫中文内底就是迄个啥，真甲顶是共音的啦，所以较慢一寡呢，就歹势。顶好。这个所在真偏僻，交通也无好。反亲就是因阿姨迄边的亲戚吼，因阿姨遐就是等于是拢围过来看。啊，大姨秀顶就搁较亲切甲无，摕一支大 K 线伫伊的脚趾后，伊的规身海袂停。你看伫咧K 线啊，伫咧K 线吼，敢若迄古早皇帝安尼。徛咧边啊，倒来出来咧。当仔是要去日本读医科的愿望，甲大姨讲了后，大姨就随目头夹，手里的亏线也停着，伫咧讲，读医生是真好啦，但是因咧死日本啊，你知无？恁院长一家口5个兄弟，拢互因拍死。同时间拢互起定去做水鬼，你就会记得啊。讲咧，大姨的两蕊目睭煞雄红起来，就甲看线囥咧桌仔顶，枪尾就去切目屎。雅信看了也感受到大姨的悲伤，一时之间，一个郁卒的感觉就按心肝底冲起来。话也讲规条轻快明切哦，轻轻松松，也是讲，我要去找迄个。我想看卖迄个轻快敏捷，敢有啥物台语的讲法啊？轻快敏捷。阿妈棍为一条白面鸡啊，一盒番仔火鸭含2支粉。缀伫咧鸡粒仔的毛线下底，伊迄鸡粒仔有一个迄个线，伊爱看卖清，讲话行路诚紧的款，路行得诚紧，可能是我咧摇。无费力，行路走跳。轻搁紧，轻松活跳，轻快、美快，款意思诶，轻快敏捷。所以照你读是，可能嘛是一种方式安尼。伊诶面虽讲是轻浮，但是阁有淡薄仔严肃诶表情，轻佻。轻佻、轻浮、
无代志，轻浮无代志。雅信就敢若点点啊看，柯秀珍头举起来，发觉着迄个查甫人，也真惊喜，怎叫起来讲：拉高兄，是你哦！大伊一个讲煞，就翻头机又搁讲落去。是啦，阮厝今仔日有贵客啦，是按台北来，阮小妹查某囝啊。啊，敢是你呢？读啥物高女的祖孙？祖孙？对，你讲祖孙，哪敢安尼讲？敢是你咧读啥物高女的祖孙啊？是啊，伊毋若高女毕业，讲啥物要搁去日本读医生啦？毋则来咱即个海边啊，甲我相识啊。柯秀珍安尼讲。哦，拉到忽然间就谦卑起来，甲过来啊，等伫咧边啊，阿腰就向雅信鞠躬行礼。雅信面煞红起来，拄毋知要安怎回礼时阵，就已经看到拉狗甲迄个过来啊伫咧，轻轻啊洗一个身，就往门外行去。煞去哦，柯秀珍甲话咧对伊讲：拉狗兄，啊你即阵敢有闲？若无闲，哪会来恁厝甲你探头啊？拉狗就微微啊笑，无代志的表情。你敢会使去巷仔口甲我买几只毛蟹转来？着爱大只搁肥的哦，上好是母的搁把人的。要请阮查某孙啦，伊伫台北罕咧食咱遮海墘的毛蟹啦。要请你即位贵客哦，我搁较无闲，紧紧嘛着来走来去港仔口替你买毛蟹啊。拉狗就讲咧，搁踅倒转来。柯秀珍就啉寡钱，甲拉狗发落出去。才拄看伊下过河顶，雅信就活过来，拍伫咧柯秀珍的耳孔仔边，轻声讲：大姨，阮阿娘早前时常伫咧讲啦，讲恁遮有一个拍赖外号号做拉狗的，日本兵来的时阵，夜青甲因对抗，也拍死因几啊个。甲因挂耳仔用盐生起来，迄个拉狗是毋是今仔日即个拉狗啊？是啊，就是伊啊！全屋底就敢伊雇即个拉狗，讲过去的故典互你听啊。柯秀珍安尼讲，就已经一尾暗仔时，柯秀珍就开始去厨房准备一寡饭菜，要甲雅信大大请一顿啊，向伊相识，请伊食一顿啊炊炒的。雅信一个人感觉无聊，也去到厨房内斗。含伊的大姨哪开讲，才讲无偌久，就听到拉狗的声音按门口传过来。两姨孙仔才按厨房行出来，就看到拉狗赶一罐的毛蟹转来，拢是海里掠着，拄按鱼船掠上船，又搁青又搁肥。柯秀珍一个就甲摕去到厨房去。翻头看到雅信穿迄束新衫来厨房，也甲看咧。看了转来，我拄好煮食，才好好来食一顿西。就来到入来的小鱼港，伊叫做凹入内陆。伊迄阵我会记应该是澳底吧，澳底遐就是一个可能迄算咩啦讲，伸出去的海墘还是啥，甲迄个鱼港包掉的，可能是毋是？所以就来到。踏入来即个小鱼港，港口内是风平浪静，平一排的渔船啊，船拢无看有掠鱼人，船袂输哪伫咧港里困去相款。拉狗就一个指互雅信看，因就搁往前行上百步，才行离开渔船。远远挺现一棵平坦的沙坡，渔船和迄个沙坡。是由一条弯弯翘翘的人行道连接，两边拢有发拿豆树，风按海上吹来，麻雀伫咧高地的木麻园顶悬咧唱歌。因顺迄条细条路悠哉向前慢慢啊行过，来到半路，行到半路，第一块老骨头石的石骹拉狗停落来，就伫迄个路边对雅信讲：遮啦，就是伫遮啦。我看到四个清国兵啊，拢死啊！一个头壳开花，两个胸坎着青，
一个毋知上伫倒位，拢无气啊，倒伫咧火内底。拉到讲咧讲咧，也无啥感情。袂输是哪一个导游伫咧向人讲千外年前，含伊本身无关系的古早故事精神，对拉到保持因来到路云仔的前方所在，迄片的黄山伫咧眼前天开。伫迄个小山，伫迄个路云仔含沙坡交界的所在，有一块落地积一寡海水，拉到就咧停骹落，迄搭湿淡的黄山对雅神讲，恁5个议长就倒伫遮啦，拢互日本兵的庆忌拍死，一手提纸，一个手提水，手灌水，拢基座顶悬山顶，炮身有刻几排啊字，是咧讹落日本军伫咧即个沙坡头的丰功，敢有啥物台语讲法？当然，这是算正面词啦，只是很多时听起来就是敢若小可口水啊。丰功伟绩，大工业，大工业，张龙教授无想即个词，对啦。伫咧讹落日本军，伫即个沙坡头一摆登陆一大工业，迄个纪念碑的周石条，条和条之间用铁链仔连咧。远远看袂输是一群囡仔伫咧海岸边手牵手画伫咧跳舞相款。雅神读完碑顶的文字，就离开迄个碑来到海边。遮个海伫咧吼，甲白色的海影架过来，一摆搁一摆，甲脚下底乱大石吞去。但是遐个大石经过一阵会恬静了后，总是又搁无声无息按海里探出头，抬头看阔茫茫的蓝天。这个时阵，这对哪沉哪浮的乱石是一个近花。较远的所在有看到一排的大石踩伫咧海中，海影安怎拍嘛袂当甲伊引去，就伫迄个大石下底有停几台啊细只的渔船，大约会使看到几个掠鱼人伫咧做事。正对迄排渔船的后壁，就是片头角。片头角伫咧倒手边，拄好含正手边的三条角，伊无一定逐项拢管会到。无一定逐项管会到的时阵，荷兰和西班牙是离开欧洲了后，拢互相讲，拢呛声就对啊啦。对方卖啥，拢嘛讲，莫我拄着该拍到你半小时安尼。所以荷兰人按巴拉维亚是行南海遐，经过迄算啥巴蜀海峡哦，还是算南海，反正行南海起来嘛。所以为迄个队，偏后方向嘛。其实荷兰是要去迄个队，明帝国澳门啦，毋过澳门去互葡萄牙占去嘛。所以其实葡萄牙、西班牙，伊咧等于是安怎讲？本质就是无讲介安那和谐就对啦。所以片头角甲即个三条角。不过这个范围真大呢，这个范围其实真大呢。空啊聊，这个算真大呢，应该120公里有吧？这个范围敢袂伤大。对啊，这一队澳底遐行过来，因伫澳底遐上陆，然后澳底北边，以方向来讲，北边是金沙湾，搁往北就是一个通出来的片头角。三条角是迄种的呢。
这个范围会使做一个啥联系，或者是好啦，三条角甲这个鼻头角，因为当阵啊，澳底盐寮迄搭遐嘛，伊遐有迄个福隆海水浴场嘛，当然即嘛是有做海水浴场啦，100年前是无即个物件啦。好，反正就是伊就讲，鼻头角伫咧倒手面，拄好含正手的三条角远远相属，袂输那两支大支的针管，甲即个沙堡含海源守护住咧。若是看海看甲忝了，就回头看到拉狗歪蛇歪歪坐伫迄个炮弹下骹，翘一支骹伫咧搏粉，真悠哉。雅信就对伊行去，来到伊面头前，雄雄毋知想到啥，就问伊讲：拉狗伯啊，有听见阮阿姨讲你有用枪甲日本兵对抗，敢是有影？哪会无影？若甲因对抗，也拍死因骨仔下哦。拉狗就真镇定伫咧讲，伊阁竖喙分。啊！你甲因的耳仔刮落来，用盐生起来，敢有影？雅信就圆糊糊咧问，哪会无影？拢总嘛有影。拉狗讲咧讲咧，又阁竖一喙分。啊！刮因的耳仔用盐生起来，敢有啥物路用？实在也无啥物路用啦，透一点仔气尔啦，过心愿尔。拉狗讲煞，甲最后一节分屎，甲最后一角一过，甲最后一过分大力竖一喙，了后等下刷啦吼，佮大力甲打落去，就按机座徛起来。我看天也暗啊，咱好来转啊。因转去到渔村的时阵，天就完全暗入来。入门了后，就远闻着一阵的炒油香。苦手顶早就甲煮红的毛蟹含几出啊烧烫烫的菜烹上桌，等要开桌啊。雅信干那伫桌仔边坐落来，苦手顶也顺续请拉狗做伙坐落。拉狗煞会手讲，我着紧来转啦，无阮较内骂。那着惊某惊到安尼生啊！若无你至少嘛着甲阮食一只毛蟹啊，陪阮查某孙仔食一只就好啊。人伊是台北来的贵客呢，苦手顶安尼讲。拉狗一直想要走，但是扭袂过苦手顶的邀请，一只椅头仔坐落来，伸长手去掠一只又阁红又阁肥的大钱放咧面头前，上规步久，才用一种敬我人的气口对迄只毛蟹讲啊，实在是真失礼咯！我若无甲你食吼，阮五嫂无要放我转去。听甲苦手顶含雅信忍袂牢，就笑起来。尾啊，因就看到拉狗真溜咧，甲毛蟹壳按尻川一个拨，就现出一道满满的人出来。伊应该是人吧，因为咧讲蟹黄。当然，伊迄阵苦手顶就交代伊讲，去买几只毛蟹回来，上好是母的嘛吼。啊，所以就是当然，这时阵是啥物时阵啊？毛蟹敢大出的，我毋知影，因为当初迄含季节有关系啊。所以蟹黄、金人，我会记得是金人啦，金哥、杞人、有人教授有这个事。金能金人，金能金人金讲金卡神吧，金卡。当然是拢讲毛蟹较济啊啦，啊当然，伊迄是算一个统称就对啊。
雅信伫咧臥底会大伊兜住一暝，第二天会知影，着搁坐巴士去归人，才搁按巴士坐火车转台北。当巴士有离开臥底时阵，因大姨搁甲车窗扭咧目一直用足尖的声音甲伊反复讲：你着爱会记得哦，真凄惨哦！恁院长的5个兄弟啊，拢互因遐死日本鬼啊，会记得哦。所以变成讲，等于是因迄5个院长，因5个院长拢互日本兵，就是青帮白帮人挖去，看生份人挖，就直接野枪拍死安尼，真正是真凄惨。第4集，即一年5月1日下早啊，顶部啦吼，归人码头有停一只叫做海丰丸的3000吨的中型客船。这只船是预备苏东江要按归人出航，经过3暝3日，开到日本的文殊港，再搁经过热河内海，最后要开去到古北新浦。船顶已经有登记的船客，大部分是往来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日本商人，其中颠倒有2个要去日本读大学的台湾学生，一个便是想就是想要去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的区雅信，另外一个是要去新浦商科大学的江东南。按下早天光开始，迄个村入去龟良港当中的商船码头已经有真侪人啊，大部分是查某人士啦，较查某人款的啦，有听到也无啊？雅信点点啊点头，出外互人欺负无要紧啊，欺负人袂食袂困啦，互人欺负会食会困，有听到也无啊？苦手安尼讲，雅信又搁点点点头。上有效的是住伫老母身躯边啦。所以你去到日本，医生着赶紧读煞，着赶紧转来台湾，有听到啊无？有，雅信着额头伫咧看涂骹，轻轻啊咧甲伊。你若无爱互老母烦恼啦，上好毋通去甲人插政治啦，千万毋通去反对官厅啊。苦秀英讲到遮，忽然间着甲雅信的耳仔揪来喙边讲面头。苦秀英讲完了后，就诗篇第23首上好。只是你若家己摕起来读念，人就会较清彩，就会平安。有听到啊无？有听到啦，安尼啊。雅信就摇头，因老母大声甲应。苦秀英要讲的话拢讲完啊，就搁点睛落来，因为也无代志通做，就甲雅信的一支手牵过来真自爱伫咧甲说，就伫即个时阵，伫休息室的另外一边，江东南也伫咧含伊的爸母话别哦，讲一寡离别的话，还是啥物话？所以江东南是客家人，江东南也伫咧含伊的爸母相视。伊木少爷徛伫边仔，相生，看到含伊生了病悬的后生，甲伊按头深深吐一口气啦。伊原是恬静，无讲啊一句话。最后，江东南的老母发觉到家己话伤多啊，就用手铐去夹江龙志的手骨，对伊讲啥？想规半步才变出来讲，当然，我实在也无需要搁对你讲啥，反正你也都已经知影。只是一句话。你即摆去外地，无爸母通照顾，身体就爱家己保重，千万毋通伤用功。江龙志讲煞，就搁摕去因牵手后壁。即个时阵，因牵手按腹肚的裤底啊，认出一个红纸包。是红纸包？哦，毋是红包，是红纸包。放伫咧东南的落地啊，对伊讲，这是什么？差点也袂记哩。要你早去日本的，人若忝就泡滚水啉。伊木少爷看江良志两阿某甲交代，甲代志拢交代清楚啊，就行活来额头，就向洋行活来额头，甲挂伫颔棍的迄支
迄条红色的香符烫落，连线大符做伙拄互东南。微微，这是啥？真恭敬哟。有当当我就讲伊的迄个，伊迄个啥？中文我真正我毋知影，毕竟我中文无遐好，啊伊咧用的字词真正伤高级啊，我袂晓用，我嘛读无。战战巍巍啊，什么货？真尊敬还是安怎？无。伊即种读字，当然即个中文的算四字词，阁是读字的时阵，有当阵啊，安怎讲？含台语的即种，伊是写战战兢兢，这是啥？苦错，落错，所以这是孽。想要讲，阁点去。要讲哪毋讲，提突突，好。当然，甲香符才咧手里提突突讲，啊你家己咧，伊无少爷，我免啦，我遮老啊，无需要阁保身啊啦，伊无少爷讲，就真勉强笑起来。当然，忽然间感觉目屎咁要连出来，伊阁真拍拼，甲目屎干咧。倒看正看。顾左右而言他，这是安那？顾左右而言他的意思是中文的语义甲台语的语境无一定是为去，挑伫讲别项代，所以就是感觉目屎咁要连出来，就拍拼甲目屎干咧，挑工讲对别位去，海防员的。水雷大声弹一声，是船客应该爱上船的时阵啊。休息室内底坐的旅客和烧送的人就陆续按椅仔徛起来，码头行去。碗靠伫咧码头的石头顶是2楼悬的乌漆船身，一条铺腿按甲板车放到码头，2个穿制服的船员就伫咧。铺队口检查旅客的船票，然后才互旅客换锁啊行上甲板。因一个行上铺腿的时阵，拢翻头对铺腿下底的亲戚朋友的手相视。有的人就伫咧铺腿顶悬靠，扣后面的人一个塞，才哪七目屎哪烧送的亲戚朋友看到旅客拢上船了后。有一寡人就按码头行转去休息室，爬去到2楼的烧尸台，遐早着有人伫遐伫咧卖各种湿水的纸卷，是互遮的所以遮的烧送的人就拢买骨落卷的湿纸，徛伫咧烧送台顶悬，计划船顶的旅客慢慢弹过，迄船顶的人一个接到迄个纸卷。烧送台顶的亲戚朋友就扭一头，所以离别的情感就由这条湿纸传去到船顶和岸边2边的人，有这种方式的。区仔信是伫咧江东南进前就上船啊。江东南经过迄个铺腿的检票员的时，行迄段长长的铺腿，才踏上甲板。就有人按伊的肩胛头搭落，轻轻喊一声，当然惊一跳，随翻身一个看，伊看甲规个嘴开，目睭摕到大落，毋知要安怎，因为徛伫咧伊的面头前，竟然是10年无看见的水星。当然手里的手汗箱就落落去甲板，忍袂住前一步，甲水星揽咧，嘴高高念讲水星。真热情小揽一困了后，当然总算甲水星放零摕2步。水星的规身躯详细甲沉起来，仔细端详。当然，这个沉字应该是当然要就是讲详细讲啦。
当然上这讲仔细端详，水星金金上，水星穿一白色的西洋帽，白麦秆鸭，这是啥物货？我唔知啥物帽啊。一双金细细的白鞋，胸坎有夹一个揪揪，完全是一个西洋绅士，互当然看甲迷去。但是伊将语尾啊开喙，有讲出话啊。水星啊，啊你当时变甲遮尔标致啊，拢强要认袂出来安尼，这么标致。当然，标志这个词，伫咧中文的概念应该就是安怎讲？水烟头必炸，必炸，你当时变甲遮尔，怎么讲？我看 embry 是讲啥？标的，直接讲标的，飘片，标的。Mary 就是讲飘片，飘地。教保是讲啥？嘛是讲飘地，伊就直接咧读念。杨龙教授收即个词，看卖杨龙教授是安怎讲？清查是讲必炸嘛，必炸当然嘛是我正式学台语了，才学会晓的。标的。烟头还是水款，所以对照迄个飘片嘛是会使。当然，即摆飘片甲迄阵的飘片，这是伫讲100年前的即个飘片，可能已经有淡薄仔无共啊。好，看到就是穿啊只飘片，根本认袂出来。当然，头前节目不折不扣打扮入时，不折不扣打扮入时，可能穿甲啪哩吼。那阵讲，我们打扮入时，踏入时西行，所以 embry 西装打扮，当然迄个啥，像有一个唱台语歌、唱母语的迄个歹势，内底就是打扮着窈窕无香嘛，所以本正打扮就是有啊嘛，所以打扮入时，当然是爱讲装塔嘛，装塔甲正西行，然后还有啥物货？当然教育读绝对是无问题啦，只是讲是毋是伫无共个语境的时阵，应该可能会使有无共个讲法。清查甲装塔，那不折不扣的。因为讲伊是一个西洋绅士安尼 ，Western gentleman 哟，他们这样来讲，不折不扣。主要是迄种白帽啊、白皮鞋嘛白安尼，所以迄个时阵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强在可能是去日本啦，所以看起来可能是伫咧船顶，对吧？敢若偏感迄个九九是红的尔，哟，蝴蝶结是九九啦，我所知啦，免查。水星啊，你当时变啊遮尔飘撇，拢根本认袂出来啊。水星无伊，敢若目睭微微，现出伊迄个挑逗的姿态哦，应该是
这个条度我感觉应该是真样吧，因为水星啊甲当然是算囡仔伴啊，可能老老不疼爹娘不爱的，怎啊家己去发展啊呢？所以我看卖啊，条度，我感觉应该是，也是小可咧，要讲人迄个概念。台话锁定字词呢，希人惹声高工，声高工，个张龙教授有修这个词，挑逗，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表情啦。你讲有当中有的人是用声音、用文字、用肢体动作，这应该只是一个表情而已。你希人言，所以水星无出声，敢若目睭微微，显出伊迄种，我感觉用即个表情较好，用迄个共喜人的姿态，互带三分装脚开的当然去欣赏。去赞叹，水星啊，哦，10年无看到你这一向拢伫咧做啥？当然来讲，水星真坚定，伊阁真有力伫咧讲，我咧做生意，什么生意？各种生意。恁哪会咧村顶啊？你敢嘛要去日本？无去日本，水星海头，就看船底遐个定定的人阵，敢是定定拥挤。客满满还是什么会拥挤的人群嘛？拥挤还是讲客满满？水星海头，说一个啊，船底遐个人群，看嘛 ，MV，客，回馈。就是真侪人就对，因为来迄个啥，平均每一个旅客拢有2-3个人来烧时烧送的时阵，旅客100个，安尼烧送的200个、300个啊，所以迄个烧送的人比坐船的人更加侪就对啊。定客，所以是规定就对啊。所以张龙教授又讲啥物货？一大堆人嘛，因为是一大堆人伫咧烧死嘛，可能就是一般拢是看到船无看影，遐个人才会离开就对啊。一般是安尼啦，当然，那尤其头家的啦，你若来足侪家的，就是船一离岸，就各人属农工商啊，头可能各淡仔咧种。看，亏钱人真多。目闪闪，目闪闪，亏目，水星海头，就说一个啊，船底遐个杂通通的人，船下底的人较侪，船顶的人较少，所以我过去上船来，我要去日本读册哦，谁毋知水星安尼讲，就伊迄两蕊真有认真洗过目睭就练，又搁咧笑。当然看到水星咧笑，伊家己也咧笑。笑一困了，就换一个开口问水星啊，水星，你敢有买船票？我无要去日本啊，买什么船票？我感觉应该是工作人员只是咧甲人安尼。当然，伊搁看一下船下底铺推口迄2个清洁服船员，应该还搁伫咧检查最后迟到的几位旅客。当然就咧讲，啊，你不如船票要哪会使上船啊？水星一个听到，就现出真，伊即个世故人情，即个世故我感觉人应该是工作人员，甚至穿甲遮闭杂的还是迄个啥大夫，还是船长个啊？我无确定啦吼，应该毋是简单的任务对了。尤其10年啊吼，
其实会使做袂少代志啊，细母、细长、细弟。所以六，人情世故，人情世事，毋过看马张龙教授是讲啥？因为这是伊伫即大家讲什么事故的表情，我讲这是事故的表情，这是应该是六套套啊啦，所以当然是遮单读册读煞，所以对人情世事较无遐明白的时阵，就敢会使安怎讲，去用人吧，敢会使安尼讲，去用人，所以即个水星啊，咧甲人挑工，照伊的话咧讲，我无要去啊，我要准备要创啥物去，所以真捌世间事，真捌经验，所以就是真捌代志。贵人，所以贵人真捌代志的表情，也无想要直接回答当然，敢若用一种真正经的口气对当然讲，当然，我今日来上船的目的，第一是要来甲你相识，第二是要送你一件小礼物，祝你前途光明。讲咧，水星就按，水星就按落地啊，摕一支用纸盒仔藏的歹落的金币送互东兰，东兰接伫手里，拄毋知要安怎向水星说道谢的时阵，即个时阵，第二声的水雷声又搁弹啦，水声一个听完就前一步，大力压一个东兰的手，用倒手搁拍一个搁打一个东兰的金架头，就紧尾按楼梯口去，雄雄就停骹步，翻身对来讲，就翻身真严肃。这树木毋是严肃啊，应该是一个真稳中向。我的中文无讲介好，所以这个树木到底是什么状况？毕竟中文毋是我的母语，这是讲是尾仔才学的，尾仔才学的，你学的偌忝。除非你有10倍因母语人的努力。畜牧，畜牧，畜牧，我是看无，直接读畜牧，但是张龙教授所修的这个书。因为当初我就讲嘛，所有的字都嘛会使读做台语音，哪有啥物问题？只是敢真正听有尔，真有礼貌，真庄严，真安静，真安静，真有礼貌，吼，就雄雄公公按楼梯口去，雄雄停骹步。就翻身，阁真有礼貌，对东南讲一句，一路顺风。讲煞头也无回，就悠哉行落铺腿，消失伫咧码头人来人去的人群当中。这个时阵，铺腿就咕噜咕噜咕噜蹭起来甲板顶，阁过3分钟，又阁是一声真长又阁真响的水雷声，船身就慢慢离开码头。豆豆啊，前厝船顶和小桑台之间吊挂的彩色纸条，就渐渐扭直，一条一条断去。当所有的纸条拢断去了后，船就开始加速。无偌久，船伫咧码头。看后壁，可能佫会使读一集的。好来，第5集，这一天是乌阴天。有淡薄仔冷，自海丰园驶离开送别的码头了后，昆雅信就一直活伫咧船前，伫咧看码头顶的人群豆豆变细，
最后去互降入其他的船只，杀甲无看影。船伫咧归人港内一直拢豆豆啊行。当船驶进港口的报花的时阵，为着要警告往来的细只船，海防员又阁是一阵的水雷声，先是归人山后壁传转来回声，尾啊就规船，尾啊就按船前行到船头，伊看到归人迄两条报花就哪落入海。一支白色的灯塔伫咧报花的即边固定发射黄色的信号，船才驶出报花中，看到一只乌噜噜的战船飞伫咧外海的海面，袂输是伫咧保护港口，又阁若像是伫咧监视港内的活动相款。和平岛外的海岸，拢站伫咧海涌激起的水雾当中，豆豆啊后伫咧山顶动，对，船前嘛，物件就后啊，所以迂缓向后移动，对。踏脚踏车的时阵，你无想要进前，抑毋过物件拢倒退路啊。拄则出海，着3只迄个啥，海鸥伫台语内底当然会使讲海鸟，敢若嘛有讲卡莫美哦，因为迄当然是日语来的嘛，所以有一首歌是啥卡莫美哦，卡莫美嘛来咧唱歌啊呢。当然直接讲海鸟是会使啦，当然海鸥就是直接鸟字头嘛。Merino 海鸥。Seagull 台华线顶连续有电的。海鸥海鸡母。台湾线顶历史顶有一个海鸡母，爱台语的，爱台语是讲海鸟。安尼可能我会感觉就是海鸟、海鸥，甚至卡莫美。卡莫美，我会记是卡莫美。钓鱼翁啊，钓鱼翁啊，台语的钓鱼翁是迄个啥脆的，所以海鸡母、海妖，所以张瑞峰教授想一个卡莫美啊，对，我会记得是有一个卡莫美，对啊，飞忝了就搁飞转去陆地。海上有形的船影和有色的山峦、山峦哦，山峦应该是山形吧，因为远远看就是有迄个山的形影意思吧，应该是安尼。山峦，因为去到海上的时阵，你迄个啥，你看到迄个山拢敢若山尔，迄个线条，你敢若看会到迄个山尔，迄个线条尔，剩了也看袂到啊。当然，你摕吊镜来看会到啦。我要讲的是，当然，中文叫什么山峦层叠啊，什么碗糕诶，山岭，对啊，就是山岭啊，山岭是一条线嘛，山岭是迄个山尔嘛吼，所以海上有形的船影和有色的山岭，就慢慢消失到船后。船头前的海平线就渐渐呈现，两边皴去，景物是愈来愈单调。当台湾的青色山脉完全消失无看，海中的归人士又搁伫咧船头的雾雾当中，哪有哪无，雾霭中隐隐出现。这离海岸，
拄则离海岸就敢若小影，船也无啥起伏。但是离岸愈远，影就哪来哪大，船也开始摇撼，就紧入去伊的舱房。仓房，因为迄尤其即种爱过暝的船吼，大概无迄个徛位的啦。而且一般船敢有迄个徛位的啊？因为当然看大细船，搁看船爱驶偌久嘛。所以伊就讲啊，即个海防员为家人去到日本遐爱3天3暝嘛吼，所以3天3暝，竟然无厂房即个事，还是达到抢，我毋知影，看卖看抢是啥人讲。Embry， 伊讲迄个仓，伊就是防仓仓房。马里哦，马里哦，马里，甚至有诶是敢若用玻璃啊隔开尔，除非着啥物游轮、渡轮迄种较大只啊，迄较有通讲，互你有门有啥，通隔间，通关起来独入安尼。所以伊即个即只船，敢若讲会使坐几百个哦，我记甲100个，还是我无看到，我袂记。伊讲是3000吨的嘛，所以3000吨会使坐几个？毋知，我无去查过，即个毋是我的专业，有机会再来分享看卖。好，不管，就紧入去伊的马里，食一粒鲜泉药啊，伫咧眠床顶摕一个，不知不觉啊，怎啊困去。等甲目睭天开时阵，窗仔外已经是一片的碧海，伊啥天蓝色哦。迄种色水的描述，台语和中语有当中有一寡不离啊无共的。当然才讲橙蓝应该是迄个啥，毋是啊，反正我哪色吧。个啥？伊咧讲贵人书恰力斑驳，赤绿斑驳，这个怪怪，我毋知要安怎讲斑驳。伊安尼晒出去的时阵，贵人书敢是伫咧对一边，我袂记清。斑驳，辣菜，毋是吧？辣菜，回点，所以回点，袂输那伫咧水面困倒的国旗，海鸟按贵人书飞来，对伫咧船后的日旗顶悬，点啊飞，伊家一双黄骹藏伫咧白苍苍的羽毛，一个啊飞去到船的倒手面，一个啊飞去到船的正手面，搁一个啊就飞去到甲板顶，旅客差不多拢伸手就摸会着，只是遮细一个。又搁飞去到船后壁的海面上，迄个船尾的推进器架起白苍苍的白泡，迄个啥，propeller 还是毋 propeller， 就是船尾嘛吼，甲船刹叮当往前送嘛。你架的时阵，就有一寡白色的，伊讲白沫就泡嘛，伊伫迄个 propeller 伫咧水底架嘛，毋照就甲船刹进前嘛，所以船尾的推进器甲一寡白泡，就往后壁拍去，袂输一条平坦的车路。有当时啊出现一两只鲨鱼，敢若现出乌色的鱼领，
伫咧白坡当中刷来刷去，有人看到大声喊，等到雅信走去甲船尾，想要看清楚，伊就搁沉落海底啊。有几个啊毋惊晕船的少年船客，就拍伫咧船 Marino 伫海上行的时阵，这啥？乘风破浪，喷，绝是伫咧桶仔底啦，所以飞剑。渐落，所以就拿钱的船尖划破海水，两边会输那花的瀑布。这个时阵，这是起伏上厉害，船头就念咪悬念咪低，有当阵啊冲破大影，撑起来。冲上天的水花，就顺迄个风吹到船的面，看背乌，有一位船客徛伫咧船前，伫海上大声喊：“那银色的鱼，每一只银鱼一个按水里跳起来，就伫咧水面涟漪啥？水影哈，是咪水影？”我记得是水影，什么回？涟漪，涟漪，涟漪，敢是伊我毋知影。Embry 是讲水纹、水魂哦，水魂。水影、水泡、水影、水影、水泡魂。好，中文教授这个是啥？水影就是水影、水魂、水泡魂，大概是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第5集，等于是雅信头一届坐船要去日本嘛，所以所看到拢是新奇的代志安尼，就是对伊来讲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啊。3年里绝对看袂少，差袂了字数的款吧。看遐一个道教是候鸟吧？我会记，甲海鸟可能有淡薄仔精彩的款，我理解啦。卡莫美可能因为迄是歌咧唱的嘛，所以张龙教授嘛有这个卡莫美的事啊。山的一寡山形、山势、山啥，迄是山的迄个啥，叫做讲法嘛。轮啊、山坪、山架、山坑、山骨、山高、山棚，这大概是规个迄个啥，规粒山的自上顶悬到上下底一寡变化吧，应该是安尼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东方白所写的《龙德山》暂时先读到这。第2部的第9章可能一半尔吧，因为创了中敢若10几集，先读到14集，读完第5集啦面，有戏出是较精彩啦。看戏出，伊该讲台语就讲台语，讲日语就讲日语，袂像像东方白写即个小说是用中文写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《龙德山》暂时读到这，感谢收听，关房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